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台北市南京西路的路面最近立凹2改，台北市的工务局派人抢修，伫早暗已经先开放，互民众会当过。伫半暝11点的时，开放一半的车道，互车嘛会当行。按算一礼拜内，双边的道路就会使通车。民众到大潮埕看烟火看煞了，散场时阵行伫咧新坡好的点仔角路，12暗两边帮搭的南京西路的路径，伫日暝赶工了，路面已经铺平。暗时11点先开放一半的车道。本来是一定是6天了，3天就弄好。他们说晚上，彻夜在做，很辛苦了。车道即马是一半伫咧补强，一半开放会当行。今仔日会正经结合馆长的作业，互路基会当更加用。工务局按算一礼拜内双向拢会当通。接下来我们会做地质改良的低压灌浆，去加固我们地盘里面的一些孔隙，跟加固我们的结构的一个强度。在地工程的技术讲，即马边仔树拢伫咧安全的观测单内面，伊若是毋是有可能出现第3遍的崩塌，就要一直观测。没有人希望它第3次，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安全，可是我们还是要谨慎的观察。南京西路路面的大坑是伫初八暗落落去，经过回屯处理，过无2天佫落落去。公务单位在这边紧急进驻抢修，12下昼路面规个拢铺平啊。原来这边因为污水管漏，造成地基落落去。卫工署讲，会伫1个月内检查换淡水河加宽河北路周边11条污水管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北市的幼稚园，邦桥这间幼稚园传出互家囡仔饲药啊，再互家长指控。即马有36个家长向幼稚园的园长在内计公务高的教保员提出告诉。因为这个案，昨昏新北的检方已经终结，以证据不足做出无起诉处分。不起诉处分的理由，本案幼儿园并没有删除监视器录影内容的这个事情发生，没有证据主任幼儿园有何不当管教，且导致13名幼童受有伤害，或者有导致这个妨害身心健全或发育的这个结果发生，并没有证据主任幼儿园人员有喂食幼童不明药物或者含有不明药物的这个彩虹药水哈。新北邦桥幼稚园进行饲药的风波，新北的检方受理36个家长提出告诉，甲这个细汉囡仔的头毛送去发布部的调查局去化验。若检验的结果即马出来啊，并无验出巴比妥这类的药啊，嘛无苯二氮丙这款的药啊，只验出一般的感冒药啊。经过调查，检方伫昨昏终结，做出无起诉处分。不过这个案伫今仔日会持续滚价。因为幼稚园的老师会和国民党的立委开记者会，若国民党团嘛要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针对进前捌讲过的话，要公开回实例。继续来关心进前伫台北的夜店，台市警察的罪犯易宝宏，调去较轻巧的外役加价，引起争议。交警署即马决定要取消伊伫外役加价的资格，要甲伊刷转去花莲加价，理由是伊去年转去处理的这段时间有重大违规。若去年违规，乃即马才咧讲，交警署是解释讲，这是因为有媒体报出来，因才知影。受刑人易宝宏犯下夜店台警察案件，入狱服刑2年半，改掉外役加价，掀起风波。交警署昨日证实，已经以2大理由改移回花莲加价。伫外役加价服刑1年半以来，易宝宏得到7摆等于厝探亲，并且拢有继续更新。去年8月，一篇文章标记特种行业的宣传。今年11月，伊佫伫外口啉酒聚会，被认定有重大违规，决定移回一般的加价。放假在外的期间里面不会24小时都在查核他。我们是经过媒体披露以后，武林外分监这边查处他的这个相关的事证他也坦诚他确实有发生这些行为。那外役加价的资格被取消，原本今年底易宝宏有希望解释，因为出现重大违规，即阵也可能有变数。你的老母艺人叶淑宽是感觉真唔甘。是公认，很多人公认都有改变了，只是这一次的为了这个选举的操作，我实在觉得是不应该的，就让他自己去承担。
万一家家等于厝探视办法，民众袂使跋筊啉酒，出入无正当场所，甲素行不良的人来往。而即摆一保防等于厝的违规拖即要1年，经过媒体报道，交警署才知影，相关监管查翕是毋是真正有落实。我们又不可能每一个派一个人跟在他后面，每一个回去都跟着他，自己要有自律的行为啦。回家40个小时哦，他做些什么事，他不说或者是没有披露，当然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啦。过去没出问题，是不是代表就没问题？这个当然很难说。不过我想，因为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能未来在整个的监管的制度方面，可能有需要做一些加强。华裔家家条例修法，伫立法院等待审议，学者认为，除了对头前就要从严来遴选，也要通盘来检讨，监管是不是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加工争议，这是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这罪名，5月中的时嘛是被抓去关。有一个拄讲关出来的人是对外亚讲，陈志忠一入去就一个人关一间，而且伊一天各有2天的时间会当出来唠唠咧。伊嘛会当看电视，袂输是去度假共款。毋过家家这边是回应讲，目前陈志忠是关伫3人房，那一切拢是照规定咧行。因为洗钱顶罪，被判爱关1年的前总统陈水扁因后生，也就是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5月11日入监服刑，才打完2个月，就去互打出家的人讲，伊伫内底有特权，指控伊打才入监，就一个人住1间房，现在亚康者说是9个人住1间，而且伊一天会当出去休困2届，入监无偌久就会当看电视。甚至上近7月份就会当申请外役假，这个陈志忠入监亲像咧度假。评估它不适合放在那个大房间哈，我们把它放在小房。放在小房的时候，当时是没有适合的人选跟他同住。好，那在6月初的时候，配业到工厂以后，就跟另外2个室友同住。监察这边强调讲，相关的台语有依监察行刑法的规定，考虑陈志忠的身份。若拄到政治立场无共款的收容人，恐惊会出现呛声、介护安全等等的情形，休困的时间才会分开。另外，监察对无满第3级受刑人，敢若限制会当买收音机，也若将上行电视无伫这个限制。陈水扁下晡嘛抛文化冤枉，讲陈志忠从细汉到大汉拢真低调，所谓骄傲、唱秋，绝对毋是伊的本性。嘛，甲厝内人讨论，决定不去外役家。累积处理来做的话，现在监狱刑法新法下有外部视察小组开放受刑人反映这个监所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状况，它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的机制。司改会讲，各监察外部视察小组大部分由监察熟悉专家组成，会持续监督相关报告的品质，而且诉求爱徛名。司改会表示，监察内底管理虽然需要空间，不过按怎裁量应该受到检视。裁量的空间若是伤过大，除了有特权的问题，嘛有可能去监察乌白用来创治人，应该甲规定明确化，互外界会当检视，受刑人嘛会当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餐厅业者拍算要去东南亚做生意，伫去年时转互人口买卖集团上准转甲伊拐去柬埔寨，伊嘛互关入去诈骗园区，转失去自由。加在即马已经互救出来啊，不过伊嘛决定要公开这恶人的罪行。你可以看这个围墙上面再把那个玻璃不让人家翻墙的。围墙顶面插碎玻璃，无爱互爬过。这是柬埔寨位伫西哈努克的金水诈骗园区。台中一个38岁餐厅业者哈利，去年6月疫情期间，互人口贩卖集团给注意到，推广以时薪的方式骗你到柬埔寨要去做生意投资，结果一落地就互收走护照甲手机啊，甲伊关入去诈骗园区，被标种是诈骗台湾人的工作，而且卡袂到甲拍电击，造成规身躯拢伤痕。专门人事上在诈骗一些台人去柬埔寨，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做一些诈骗一些业务上的取材这样子部分，做不会，做不懂，反正他就是直接殴打，都没有第二句话，就反正直接电击你这样子。哈利今年6月趁放风的机会逃走，并且伫转交返诈骗组织。台湾警方甲民意代表协助之下，顺利甲伊救回来。台中市刑台讲，这个案件已经抓到至少5名诈骗集团嫌犯，其中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台的涉案嫌犯已经至少清查5名以上。那因为这个案件目前已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等侦查告一个段落，会再做跟各位做说明。外交部讲，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专案小组，防范人口的繁温。民众出国若拄到紧急的状况，会使联络各地外管，也是卡入外国人紧急服务专线0800-085-095。
接拨打外管的24小时紧急服务专线或者是拨打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就是0800-0825-095，那以便外交部及时协助。人蛇集团太可恶，投资话术都是毒。干部在诈骗模式出现转移，锁定估社经地物业人士以投资者为数来诱骗，下里开出说明，只希望卖个人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是真小热，加上中昼过后了后，热对流会较旺，所以有可能会西北风。若全台湾今仔日高温是32度至35度，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气象局已经有针对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是包括双北、云林、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花莲，这所在拢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落雨方面，大台北、南部平地、各地山区过头了后，因为热对流发展会较旺，天气会较无稳定，所以就有机会会落西北风。若拜六礼拜，咱台湾会受低气压影响，水汽嘛变较高，各地头落雨的机会会变较悬。另外，即马伫菲律宾东边的低气压，目前的结构是也无介完整，敢会成做风台，这部分就爱搁观察。气象局长陈明典常常伫面册顶头分享天气的资讯，不过伊伫即个月16，伊就要对气象局退休啊。有网友就发现讲，伊伫气象局做局长做3年外，若这3年拢无半个风台登陆台湾，还是有那个可能性的。不是完全没有。看电脑维持温度，有这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真可能发展成做风台，而且时间点可能就伫7月16。拄好就是气象局长陈明典改年要退休的日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有人讲说，会不会你退休的时候呢，台风这一次来？那前几天事实上没有，模式也都没有这个系统，怎么最近的突然间跑出来？我觉得有趣。伊就是气象局长陈明典，定伫面册分享天气的资讯，真受到民众信赖。就伊的粉丝已经有19万人。有网友发现，陈明典做局长3年期间，拢无风台来登陆。伊随上陈明典踏入气象这领域，甲伊温书、大气科学专家蔡清干有真大关联。陈明典大气科学系毕业了后，北到美国去深造，后来因为蔡清干一通电话，放弃美国真悬的薪水，返来台湾进入气象局服务，而且一大就是31年，陈明典甲美国所有的大数据模式引入台湾，和天气预报更加精准。我们在预报台风的时候，早期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半径多大，那风速中心风速多强，都是用有一点半猜的所以用飞机进去观测，这就是我们的追风计划。而退休后最后1礼拜，陈明典开始伫经理办公室物件甲登柜资料，涂骹30外纸箱啊，拢是满满的回忆。而中华邮政也现上特别制作的邮票套组，和陈明典真欢喜伫面册来分享。伊讲退休了后，伊愿意写面册来分享伊上爱气象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那嘉南和中华最近的水道水浓落落。这是家人暖暖，有民众反映讲，水是黄黄佮臭臭，就算煮福滚嘛是唔敢啉。台水公司伫昨昏有去净水厂检测，发现水质是下标准的。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因为久无落雨啊，水流伤慢啊，水才会落。水道头全开，无偌久，规桶水竟然偏黄色。最近规人暖暖的民众用水连续出现这种情况，烦恼对健康有害，根本唔敢摕来食，大概是议论纷纷。好像是有一点那个白水的味道那样。我1个礼拜很正打算去买大的矿泉水，有过滤的设备，可是还是会觉得不放心。每次有煮过了，会有一种味道，就对。民众向民意代表反映，10日到净水厂去勘查，不过大水检测了后，却是表示水质符合标准，检判是最刚无落雨，供线流速减慢造成的，已经加强排水，并且参及了活性炭处理。会觉得偏黄，是因为色度的关系，不是浊度的关系。那也都是在饮用水的水质标准，我们氯气加入量啊，我们的余氯还是符合标准。那规人出现明星用水真落黄的情况，彰化大川的用水也是安尼，民众翕到规罐水，因讲是黄红色的相片，用热水器过滤芯用无偌久，就规个拢变黄色的，讲这款水质根本比流也较垃圾。
阮有甲乡长是迄个乡长讲，伊嘛知影这个代志，真侪人甲反映啦。都整好了了。哎呀，整好就变乌规个乌，我他等下甲船长讲。我们都有到现场，到家户家里面去做处理。那也了解，有的地方是管末端，因为自来水在那边停滞以后呢产生的问题。那我们有做紧急的处置。有民众反映，就算用滤水器来过滤，也是无得改善。对此，台水表示已经换这净水厂的过滤设备，要求加强排水作业，要调查受影响用户数。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大学入学分科测验10分考试，今年数学家的计算题真多，有测讲国标会比去年拢降1级分。化学科是比去年也更较困难写，所以顶标、前标嘛拢会降1级分到2级分。啊，那今仔日是第2天，会考历史、地理和公民社会这3科。来看自由时报，泰国5月份的时有举办国会选举，前进党有摕到众议院上侪席位。啊，那泰国的国会按算伫今仔日，因就要选出后一任新的总理。也毋过有2件对前进党的党魁皮塔的投诉，即嘛是也无法度收煞，即嘛互伊做总理的路，即嘛有出现变数。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的临时会后礼拜要召开，上受外界关心的是姓名三法的修正草案。行政议会伫今仔日会先讨论，卖送出行政院的版本，要主动工会场宽限性骚扰，会先增加民事惩罚性的赔偿。上悬是法院判赔金额的5倍，也若加害者是头家人，行政法上悬会罚到100万，而且嘛有新增加利用权势犯罪的人，会加重判刑，上当判3年。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是接见巴拉圭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感谢伊对咱台湾的支持。即马嘛传出讲，赖清德有机会伫8月份的时会去参加贝尼亚的就职典礼，去过境美国。也若民众党的郭文哲，伊是走去高雄拼选战，伊是批评赖清德讲，伊是要选台湾的总统，毋是要选美国的州长，也是特强的使用人。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带领后任内阁官员访问台湾，拄好拄到台湾巴拉圭建交66周年。贝尼亚再去先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因为赖清德可能会代表出席贝尼亚8月份的就职典礼，两个人的互动嘛引起关注。赖清德嘛感谢贝尼亚对台湾的支持。今天就是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两国坚定的邦谊。赖清德积极接见外宾，打造国际形象。民进党嘛完成区域立委的提名，以民主大联盟的精神，通过定调谢培芬参选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那永和区后溪里的里长曾明恩是接替李正浩参选，进前受到真侪讨论的陈嘉纯是确定无伫立委提名名单内底。另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落南去高雄，骨力走基站。中昼邀请30外个里长食饭，嘛参访在地产业。党内人士讲，郭文哲有按算去南部拢市积极求支持。另外，伊嘛伫人面册指向赖清德，伊讲台湾应该扮演美中之间沟通的桥梁。赖清德的论述有失国家。其实台湾的总统应当是带领台湾走向世界。我们是要当台湾的总统，不是要去选美国的州长，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郭文哲大力的批评，最近嘛因为受访的时阵，讲到甲自民党干事长讨论 CPTPP 的议题，去互驻日本代表谢长廷纠正讲是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另也嘛大力批评伊外交失言。不过郭文哲回应讲，是部分媒体看一个影生一个囝，伊根本就无讲到人名。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最近的民调是掉车尾，党内嘛伫头传出有人想要甲换掉，也毋过伫昨昏国民党的中常会顶头并无人提案。也若昨昏侯友宜和郭台铭两个人拢伫台东参加食饭会，两个人是共到食饭，也毋过互动无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因为要赶飞机离开进前，主动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礼貌握手问好，只是让2个月过了，两个人在一面共场出现。因虽然坐共桌，也毋过中人4个人无啥互动。我觉得台东人的热情跟台东的热气球一样，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情，我非常开心。
郭台铭侮辱台东人的热情，严过问起党内换校友谊的风波，伊无加讲。校友谊伫咧致辞时阵是讲，自从伊被党中央征召2个外期以来，几多遍想要约郭台铭，拢无约到，这边总算有机会见面。我一切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我一定在有机会底下，如果能够跟郭董见面，那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校友谊面临的整合难题唔难即件，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提出由韩国瑜代替校友谊。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绝对无可能将校友谊划来。我们的支持度一直垫底，低迷不振，这个是事实，也已经超过1个半月的时间了。那不是再继续的假装问题不存在。国民党绝无可能换候。也绝对不会卡喉，绿色的特权横行，更是需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下架民进党，政党轮替。因若传讲国民党内面听郭台铭的中常会要联署，原本是定伫咧12中到中常会要提案，要求党中央做到总统提名3阶段整合的承诺，变相对换校友谊施加压力。不过尾啊，听郭台铭拍算要提案的中常会拢无参加，中常会并无任何联署的提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英国广播公司 BBC 出名主播爱德华兹，即马是互亚讲，伊开钱向未成年买色情的相片。另外，伫美国嘅体操国家队争队医纳瑟是因为犯下性侵害，即马互关伫家家。暗过伫家家是甲人去冤家，互拄着伤。即马原因知影，是因为伊咧看比赛时骂垃圾话。伫咧伦敦都会区警察局的调查结束，并且确定无犯罪事情了。被指控涉嫌性丑闻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名的主播爱德华兹，也因为心理疾病加重住院治疗。爱德华兹的看守弗林德替红仔发声明，对同事被人猜疑，感到抱歉，但身体若较好，会主动说明。爱德华兹进前就定定讲有忧郁症。Metropolitan Police have said that the criminal test has not been met in relation to the evidence. They hav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 question mark over the Sun's reporting and whether they had taken sufficient steps to ensure that what they were reporting wa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their BBC 表示，正重新开始调查，并且继续自我提醒，对所有涉猎的人员拢要有应该的关心。上早表示这件代志的太阳报讲，未过再报道这件代志。因一开始是报道 BBC 有名的主播开3.5万英镑向一位17岁少年人卖色情相片。另外，这位主播伫咧2021年违反防疫的规定，甲约会网站的人伫咧外口见面。另外，有一位消息人士甲美联社讲，涉嫌伫咧家内面。台上美国前体操国家队队医纳瑟的嫌犯讲，是因为纳瑟哪看电视哪讲一寡色情的话，伊挡袂牢才会动手。根据了解，这个嫌犯伫咧2006年就捌伫咧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监狱攻击工作人员，2011年伫咧科罗拉多州一间监狱想要杀死其他的犯人。这边伫咧纳瑟的攻击案，伊动手了是和其他4位犯人来动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是会中编译。全世界科学家一直想要伫地质当中找到代表人类开始影响地球的证据。那这个团队11日时正式对外宣布讲，因伫加拿大一个湖内底沉底物件内底有验出特有的元素钋，这嘛代表地球是进入人类世。人类世工作小组在正式宣布，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克劳福湖内的沉积物证明地球大约在70年前，因为人类活动影响，已经迈入人类世全新的地质的篇章。But none of the others has such a distinct like fingerprint of exactly what the core looks like and what each year looks like. So each year has its own personality, like people. 随上人类世概念，在19到20世纪初期就捌出现，一直到得到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者克鲁称，在西元2000年正式来提出。人类世工作小组指出，1950年代叶布切奇所释放的钋元素是进入人类世清测标记，已经在克鲁福湖的核心沉积物样本内底被发现。1950s,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doing more testing of atomic bomb testing and atmospheric testing,
and the levels of plutonium in our core started to increase. 另外，去炉核湖内底也发现化石燃料加肥料的电子物，甚至发现塑胶微粒，这拢是人类活动影响地球地质的证据。 Nature was so big, how could we possibly make a big change to this? What we're saying, in effect, by defining an Anthropocene is to say, no, actually, humans are a major geological force. And if anything,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logical force on the planet. 人类学研究小组也强调，气候暖化造成的降温、可化甲水灾，也是改变地球地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球地质46亿年的演化，经过侏罗纪、白垩纪。 早到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这阵人类世也未得到国际地质学委员会正式的承认。一旦若是得到认证，人类世正说地球地质全新的时期。广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再去看世界，来看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同齐伫台湾看世界。 联合国发布一份报告，显示全世界有7亿3500万人当地摇不倒，23亿人是受粮食欠缺的威胁。因为新冠疫情，经济咧恢复，毋过并无平均，加上即马俄乌战争也战未煞，影响粮食的运送。目前非洲欠粮食上界严重，5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食袂饱，是全世界平均的2倍。 来关心北约，捌考虑讲要伫日本的东京设联络办事处，不过法国的立场因为较歪中国，和法国反对，尾也全公无成。不过即马捷克的总统是反对法国，伊认为全世界爱同齐阻挡俄罗斯和中国去占领主导地位。来关心，微软 Microsoft 表示，有中国的骇客攻击美国政府在内，计共有20个机构。 美国的国务院嘛，正是讲因为侦测到异常的活动，毛遂启动保护系统。也毋过美国即马并无愿意去评论讲幕后监视中国的创空。来关心咱台湾的珍珠奶茶是世界真出名，日本人嘛真爱啉。也毋过即马受识得的业者，甲过期的粉圆对大包分做细包，再个定印日期甲打起哩。初步估计讲有27栋卖去日本。 番薯粉加乌糖烂做面团了后，烂甲搁骨搁平，再搁透过机器切出圆滚滚的粉圆，粉圆搁叫做珍珠，加入冷制品内面就变做珍珠奶茶。高雄这间专门卖粉圆的饮料店，讲是无加防腐剂和其他的添加物，成真侪人来买，连日本人嘛订来。就是因为这边还蛮多饭店，所以日本的旅客还蛮多的。 对啊，那他其实都是来这边短期的旅游，或者是工作也有啦。有他们其实吃到珍珠的时候都还蛮喜欢的。台湾的粉圆奶茶是世界有名的，在美国、欧洲、亚洲、中东、北美洲和澳洲这所在拢会当啉得到。在日本嘛真抢，敢若2019年粉圆出口日本的金额就超过1400万美金，和2018年同期来比是大大增加6倍。但即马有业者甲过去2年无卖了的粉圆分做细包的。 该制造日期去卖，高雄检方查到屏东一间公司，甲过期的粉圆外销卖去日本。查扣超过36公吨之逾期原料或食品。本案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吕姓男子涉犯刑法伪造文书、诈欺取财及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检调查到业者对去年5月到11月已经出货27栋的粉圆去日本，不法的得利有300几万。去公司工厂敲吹，搁发现过期的原料食品36栋。针对现场违反食品安全规范准则部分，予以限期改善。经复查后，已改善完竣。 公司负责人伫征信的时阵，本来是好人缓刑，强调日本的法规是无保存期限，敢若写会当食的期限。但是检方认为讲过期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国内嘛有规定袂当黑白改食品的保存标签。照份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起诉负责人和公司。记者综合报道。 医疗在进步，不过健康嘛要家己顾。这是新竹有一个今年已经81岁的单身性，伊伫50年前因为肉毒症开始洗油脂，后来呢，当时60多岁的妈妈甲妈妈油脂关乎后生，生的这个油脂伫这个单身性身躯已经用115年啊。单身性即嘛嘛是咱台湾油脂遗失了后活上久的患者。欢喜切鸡两个庆祝，今年已经81岁陈明雄，50年前接受母亲的药剂，
才互伊会当顺利重生。若是包括母亲以及家己的血数，身躯这粒药剂已经使用115年，也是目前国内接受换药剂医师上久的病人。讲得过去，但面向满满拢是感谢。光是洗肾，差不多要血液透析，差不多要2个月的薪水，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也感谢我妈妈之外，还感谢这个医师团队，大家很尽心的照顾。医生表示，早期想要换药剂，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免疫系统会攻击外来的药剂。除了血型爱同款以外，上好是使用有血缘的亲情的药剂，佮再配合手术后好的生活习惯，得当增加病人的血收。那这个事实上给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移植可以用这么久，那也给我们医疗团队呢一个学习参考的一个榜样。跟平常一样，我们不把自己当作病人看了，就像一般人一样，家里吃什么就吃什么。根据统计，目前台湾需要洗药剂的人数差不多约10万人，其中等换药剂的病患有8000多人。医生提醒大家，平常时除了爱加啉水，嘛唔通食伤油，也是伤咸。尤其有高血压以及糖尿的病患，更加爱注意，才会当好好维护药剂的健康。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来关心艺人黄子佼，和查甫朋友指控讲，涉嫌用讲要翕艺术相片做理由，要求人翕，互伊翕无穿衫的相片。台北地检署即马是表示讲，已经有接到民众来提出告诉，嘛已经甲黄子佼列做被告，即马当地进行调查。规个案件是有网友伫面册顶头写文章，表示讲伫假释当前，捌互演艺界的一个前辈伫车内硬甲针，甚至佫要求讲爱伊翕无穿衫的相片。这个消息一出来了后，黄子佼有随开直播坦白讲，就是伊，而且嘛对外回失礼。也毋过北检即马是回应讲，是已经甲这个案件已经开始调查，嘛甲黄子佼列做被告。黄子佼是透过公司发出声明，讲伊会勇敢的承担去面对，而且会配合司法的调查。为着要处理争议真久的刷驳车的问题，花莲县政府伫7月11有开会，已经决议讲，对即马开始，原来公有的刷驳啊，拢禁止刷驳车入去内底，违规就会罚款。这个禁令一出来了后，业者是感觉真无奈，呼吁县政府讲爱设一个专区，互因会当合法做生意。甲违规徛伫车路顶悬的刷驳车查倒来，互伊一张罚单，并且4月是定出道禁做伙做的管理原则，互刷驳车管理登去互张协的主管机关。因为刷驳车头真大的发电权，决定禁花海域公有刷驳车路河川和森林，刷驳车袂当行。禁安海域及公有沙滩这个为独占使用，或者是说设置这个人为设施的话，那就会依照海岸法的规定，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罚款，不太适合，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可以促进那个花莲的观光。骑刷驳车欣赏大海的美景，是最近花莲正红的观光活动。即马县府是发布禁令，按照各张协的法令来罚，或早就接旅行社合作订单的业者要扣无目屎，最好先营业再搁讲。自行吸收，对，可以分期付款就分期付款。滩上有一些设施啊，是不是政府啊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花莲宜兰南澳的新北海刷驳，5月中度行政院列作是危险场域，禁行刷驳车。政府嘛讲，业者若伫咧无经营许可的刷驳顶悬驶，就是违规。业者未取得经营许可，而在沙滩上行驶的话，原则上就会有影响民众公共安全通行之余的话，我们就会予以取缔。虽然有罚则，但是因为刷驳车毋是稳固、无车牌，加上地方的人力有限，其实是拄着真侪困难。敢若会当呼吁民众，若拄着就较紧检举。屏东交理处嘛准备要研议自治条例来规范业者。刷驳车真侪的满洲港啊大沙漠，业者拍拼争取合法化，转型生态导览，等含公所、林管处的协调。记者综合报道。AIT 即马拍算要伫台北市内学的台北办事处遮要过去新的所在，希望讲会当用正门边啊迄块2.6公顷的学校用地，也毋过这是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伫昨下晡，由外交部有举办用地变更的座谈会，要听当地人的意见。若去参加的大部分拢无赞成。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可以促进那个花莲的观光。 去参加的大部分拢无赞成。
我讲最简单哦 ，AIT 来这边，他办公离家6、7年哦，你们有得到什么东西吗？这是变他做厝边啦。内务理长带头讲出不满的心声，因为 AIT 台北办事处伫当地占地面积有6.5公頃，最近佫规划要扩建，申请使用目前地址门口口的边仔，原本是要起内务国中分校2.6公顷的学校用地。12下晡举行头一届用地变更的座谈会，当地民代甲100外的居民去现场，大部分拢是持反对的态度。先开宗明义哦，表达反对的立场了。哦，这个我们内湖对于国中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都是额满，都很难进。况且美国还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呢。对，对，建交应该是一个选项啊。其实这块用地，台北市府2011年评估的时阵，因为少子化已经无去学校的需求，所以甲95%的土地先予国有。因若将市长郭文泰任内，要讨论要摕来起社会主体。不过 AIT 认为有安全的疑虑，所以反对。今嘛 AIT 表示，台美的关系深化，业务嘛得咧扩大，按算要增加驻台人员，希望结合附近的土地，加起办公室甲仓库。也有员工休闲中心甲停车的设施，不过居民是无法度接受。3年也是1000多个日子啊，他们第一次算是主动的跟他有相关的，跟我们在地居民，像是面对面又面了来了这里又躲了。因为这个是程序的最开始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成案，所以不是已经定案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的意见是很宝贵的。外交部指出，这块地敢是会变更做机关用地，目前还在听民众意愿的阶段，公道还未成案。AIT 嘛有派人去现场旁听关心，当媒体去探问的时阵，秘书是你走我就同款，因为 AIT 的人员全程是拢无发言，而且大声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认定讲，超过50个分贝噪音就可能会影响健康。中央研究院即马和民间团体合作，有训练20个的民众，正做宁静追踪师，伫台北市182个所在采样，发现台北市平均的音量是56分贝。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公园遮，这分贝差不多是55左右，这就是 WHO 建议人伫户外的噪音标准。行到车路边，这分贝会使到70以上。民众对噪音无一定是真要义，但是这其实是影响咱的身体健康。心血管的内分泌、头痛、压力，睡眠品质不佳跟血统认知的下降，这其实在很多的医学文献里面，其实都有类似的报道。中央研究院甲台湾声景协会合作，培训25个民众加做宁静追踪师，以手机 App 测验台北市182个地区的分贝数值，也设网站，让民众知影身躯边倒位有宁静的所在。我们身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吵。那大部分的人对于那个吵的感觉，事实上都觉得很束手无策。所以我们在关注吵之前，我们反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底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进的可能。中研院表示，根据环保署的资料，台北市平均分贝是56左右，也有进步的空间。因认为，如何大众知影55分贝的宁静是啥物感觉，在推动噪音防治的方面就愈有效。因也望这个计划通推广到其他的县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政府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对这个月初3已经会当开始申请啊。也毋过有真侪人申请的时受到阻碍。民间团体崔妈妈基金会最近就接到真侪通电话，是去讨救兵的。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准讲厝卡要申请有出问题，会当提出申诉。台湾基金会您好。民间团体崔妈妈基金会办公室对300亿扩大租金的补贴政策，这个月初3实施了后，电话就一直等。原来有超过60成租厝的人敲电话求助，影响用件数反映，互厝头家主动唔敢申请租金的补贴。无想到用件数讲无都提供协助，按敲电话互崔妈妈基金会。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来讲，税负转嫁、涨租金，这都不是一个合法的条文，但是房客还是会担心，万一我续约之后，会不会之后房东不续约给我？崔妈妈基金会发文澄清，营建署从来无委托因提供租金补贴的咨询，不过营建署果则听到基金会要互因看到。崔妈妈基金会指出，政策虽然立意良心，不过对多数租厝的人却是看会到、食袂到。
他让我申请，然后他跟我说他要涨房租的话，那我可能就干脆就不要申请了，避免到麻烦。不是你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签约之前，房仲就有跟我，中介那边就跟我说，就是不行。得到厝卡的心声，内政部长林佑昌讲，厝卡并经过厝头家同意，就使申请补贴。厝头家嘛袂使拒绝厝卡的申请，不过若真正申请有问题，也应经有这管道求助。好。有相关争议的时候，可以由地方政府还有消保单位接受相关的一个纠纷的一个申诉。民众有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民建署的一个专线，还是各地方政府的一个专线，都可以来反映这些问题。林佑昌讲，民众会使上营建署官方网站写电子邮件到署长信箱来申诉，也是卡租金补贴咨询专线求助。不过民间团体提醒，租厝进前上好甲厝头家签订纸本的租厝契约，莫经由赖的方式来签约，以免申请补贴受阻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内政部嘛公布今年第一季的主体介绍指数，6都当中，台北市是连续2季拢在6，另外高雄的厝价嘛在6，毋过新北、桃园、台中和台南的厝价拢是起起的。新建案的广告真多，卖咗工地嘛当地赶工课。内政部发布112年头一季主体介绍的指数，全国主体介绍指数是128.85，比顶一季小可起1.05%，有起较少。伫6都当中，高雄市从107年第3季以来头一届有落的幅度是1.09%。三民啊、鼓山啊、凤山这种长期就是交易量比较大的，就会感觉下滑的比较少。以往可能交易量比较没那么多，像大寮啊，还是说小港啊，或者是说前年最夯的那个楠梓啊，可能都会有让人家感觉它是很大幅下滑的感觉。除了高雄市主体介绍指数有落，为内政部的调查嘛看到，甲顶一季来比，台北市落0.03%，已经是连续2季拢落。主要落的区域是大安区甲中正区，不过新北、桃园、台中甲台南市等4都也是有起。整体来讲，头一季主体介绍指数呈现小可有起的趋势。最主要的话，因为这2个区域的话，本来就是台北市相对比较高价位的一个地段，可能对民众来讲，它的这个降幅并不是那么的有感，因为它比较高价位，然后降幅又只有就是5%以内，所以对很多民众来讲还是相当高的一个房价。国内经济成长趋缓，然后通膨、升息压力及不动产政策的因素延续的量缩的一个情形。龙美记认为讲，目前国内房市整体交易量是呈现减少的走势，而且房地合一2.0有长投资地产闭锁期到5年。中国市场卖方若是无资金的压力，会观察或者是歪凊采卖，让利的空间可能有限，或者是买的人拄着愿意落价。不过落的幅度无甲伊原本按算的介绍，这会嘛互房市真恶出现明显修正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全台湾唯一有12岁以上的迪马镇是伫台南的新营。今年的秀热有在地剧团和迪马镇的顶头合作，去台南的国中小做巡回演出，希望让细汉囡仔会当了解这个文化。台顶的表演者穿特殊的服装，每一人的脚步手路、模拟无同的形象，并当咧进行固定仪式，为在场的人祈求祝福。这就是迪马镇，是台南新营土库地久的顶头。迪马镇以南管音乐做背景，用12形象做主角，结合礼行动作来演出。近来少家华有剧团、兼文化社团参迪马镇合作。来好恒巡演，甲囡仔互动。主马真的很好看，然后我扮演的是蛇，里面的角色都很生动，我觉得很有趣。是丫鬟婢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她是很活泼、开朗、大方的，所以她的动作会比较夸张一点。迪马镇的老师表示，传统艺术要保存实在无简单。对2016年开始，舞蹈剧团就参迪马镇合作，剧团参考到迪马镇原来的服装甲动作，去甲戏剧做现代化结合。我们就做了一个历境记的一个竹马戏本身的一个剧码，然后我们就将舞蹈、现代舞蹈、民俗舞蹈呈现。再结合我们的传统，因有参考我的动作，但是伊毋是100%来这个
来用我的动作。剧团以教育方式行入校园，今年佫得到台南市文化局的补助，按算要去9间学校推广。伊嘛希望，互更加侪人对着伫马镇有进一步了解。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对立陶宛来的人声合唱团，伫总统府的音乐会演唱台语歌，得到真侪扑克声。昨昏因是受立委的邀请去英国体验咱台湾飞亚的文化。斟酌伫飞盘仔顶悬画红仔，这群人是来自立陶宛的人声合唱团体 Jazz Island。因伫初九才伫总统府音乐会表演。12之间，立法委员特别邀请因来英国体验飞亚文化。Guess we're really excited to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and your traditional art, so it's really cool. 苏卡会表示，这摆 Jazz Island 伫总统府音乐会的表演是展现两国之间的友情，加上过去台湾伫疫情期间，立陶宛捌捐赠疫苗予台湾，才特别邀请因来英歌一逝，也勾我两国之间的友谊。立陶宛在中文的意义上就有站着的陶宛，所以当我知道这群年轻人来台湾的时候，也很想让他们看看台湾的热情与善意。It's amazing how two countries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spread their culture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and also sharing our culture because we're singing our folk song. Jazz Island 团员表示，这摆来台湾充分感受到台湾人的亲切甲好客，感觉真感谢。总统府音乐会共同主办单位文化总会也表示，这摆立陶宛合唱团来台湾，就是咧展现民主阵线两国之间的友谊。记者郭长随新北报道。那推动在地音乐台湾音乐嘅原声乐团8月份的时，因是打算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音乐会。这个演出用多元的方式来呈现，佮用科技来呈现已经过身的歌手邓丽君。以弦乐团的形式推广台湾音乐的原声乐团，8月底要举办大风音乐会。这届演出风格和英国推广台湾民谣的方式真无共款。音乐会会结合影像、科技、声乐，也有电音的方式来吸引少年家。人声掺迄个器乐的演奏，个交响乐团掺迄个流行音乐的迄个对碰撞，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最大的2个亮点。音乐会最后，咱也同时向台湾有史以来12个非常知名的摇滚乐团致敬，用交响乐向摇滚乐致敬。另外，音乐会嘛会透过科技的方式，和已经过身的歌手邓丽君以戏剧表演者的形式，和歌手伫咧台顶互动，演奏即马少年家较无熟的张雨生、邓丽君的歌曲，来向因致敬。可能以前曾经看过他演唱会的长辈们，就是我们觉得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都有实际看过邓小姐的演出。那我觉得现在的虚拟人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人再一次的去感受当年邓小姐演唱的那个感动。原声乐团的总监李铁家表示，这届音乐会突破英国台湾交响乐的选曲模式，就是希望会当让愈侪少年朋友借古典乐来认捌英国台湾的经典流行歌曲。记者蔡嘉欣、林秀凯台北报道。体坛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伫昨暗有举办选秀会，新球队台江雄鹰是选到伫美国拍球的林子伟，林子伟是正做今年的状元。那第2顺位是富邦悍将，跟着王廉甫，统一赛是选到林家伟。第1顺位知名选手林子伟。中职第6队台江雄鹰，就照大家所要的，这名有大联盟资历的选手林子伟，正做今年选秀的状元。林子伟2017年第一遍升级大联盟，先后拍过红袜、双城、大都会，也捌伫咧独立联盟甲澳洲职棒拍过，丰富的旅外经验，正做台江的看棒球星甲少年球员的榜样。伫咧林子伟参加选秀进前，本来状元入门人选之的王廉甫，和第2顺位的富邦悍将选到，正做本案。
富邦近期它的中线二游已经逐渐定型的情况底下，就这个边防3垒来说的话，或者是甚至也可以坚守1垒的王念豪来说，是完美的一个抉择啊。今年选秀有177人报名，包括45位今年毕业的高中球员，也有6位有国手资历的选手。第一轮第3顺位的统一赛，选到互人叫做有拍子好手的林家辉，正在探花。他就是我刚刚讲到，连续2年都有参加 U18 比赛的一个好手，他也很好的一个球棒控制技巧跟中长打的能力哦。所以我想统一的外野阵容哦，又更加坚实了哦。这个选秀大更上兴，前2轮一人分别选2位选手，上面是选8轮，总共11人，是今年6队内面上多。中信兄弟这个人选5轮上少。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